半夜夺命的生死瞬间。哎，好了，张三，你寿命到了，跟我走吧。不是，谁是张三啊？啊，这里不是启动403吗？哥，这里是移动。算了，你帮我复活就好了。咦，你看你这死样，帅了很多哦。啊，是吗？要不就这么死了算啦。你该不是不会复活术吧？怎么可能？回魂大法吗？来，转过去看着你肉体。哦，好，别乱动哦。3、2、1，还想跑？今晚我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死了啊！你们人间有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？看广告复活。你还在这里玩梗，我给你害死了！我错了，我给你介绍个魅魔吧。那我们赶紧出发吧，别耽误时辰了。先别着急，说一下你理想型吧。1个字，够了啊！你小子挺会挑的嘛。行，我现在打电话约他，保证让他滚蛋的。拜托了。喂，孟婆啊，